你愛世人，你話神愛世人，主啊，你說神愛世人，天父愛世人，天父愛世人，佢唔係愛世上嘅黑暗，他不是愛世上的黑暗，佢係愛世上佢親手做嘅男女佢嘅兒女。他是愛他親手所做的男和女，他的兒女。佢話神愛世人，佢差派獨生子。他說神愛世人，差派他的獨生子，因為冇人見過神，因為沒有人見過神。但係當佢差派主耶穌基督喺我哋當中嘅時候，當他差派主耶穌基督在我們當中的時候，佢就彰顯天父係點樣樣。他就彰顯天父是怎麼樣。佢話你看我個兒子，你就知道我係邊個啦。他說你看我的兒子就知道我是誰。主啊，我哋多謝你，父啊，多謝你差派主耶穌。父啊，我們感謝你差派主耶穌。佢彰顯到上帝嘅完美，彰顯上帝你的完美嘅榮美，你的榮美嘅良善，你的良善嘅能力，你的能力嘅智慧，你的智慧，都喺主耶穌基督裏，都在主耶穌基督裡面。最大嘅就係佢嘅愛，最大的就是他的愛，就係你藉着耶穌，就是你借着耶穌犧牲佢自己嘅生命，犧牲他自己的生命。佢話呢個就係愛啦。他說這就是愛，喺主耶穌裏面明明的彰顯出嚟。在主耶穌的靈裡面彰顯出來。冇錯啊，因為佢一粒麥子死掉，沒錯，因為一粒麥子死掉，就種下千千萬萬、億億萬萬嘅佢兒女得以重生。就種在了千千萬萬、億億萬萬的兒女得以重生。而且我哋得到耶穌新嘅生命，而且我們可以得到耶穌新的生命。又藉着呢個生命，我能活出上帝天父嘅品質。又借着這個生命，可以活出上帝天父的性情，喺世人彰顯佢嘅真理，讓世人在世人裡面彰顯他的真理。求你祝福我哋以下嘅時間，請你祝福我們以下的時間，尤其是你親自嘅說話，尤其你自己的話語，都俾每個人直接去傳講，都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直接去傳講，種喺佢哋心裏邊，種在他們心裡，使佢哋喺佢哋嘅心裏邊能夠多結果子，使他們在心裡面可以多結果子。奉主耶穌名求，奉耶穌的名求 Amen。 Amen。今日主題嘅信息，上次我哋講到呢，真理係非常之重要啊。所以今天的主題，上次我們講到真理是非常的重要，因為真理被蒙蔽咗，因為真理被蒙蔽了，亦都同時人信咗一啲假嘅事情，同時人也信了一些假的事情，代替咗真理。代替了真理。但係真理係非常好嘅。但真理是非常好點解的。我哋要追求真理呢？為什麼我們要追求真因為理呢？真理帶來美滿、復興同埋自由。因為真理帶來美滿、復興和自由。我哋好熟呢個經文啦，我們很熟這段經文啦，我哋都想得福。我們也想得福。祝福同幸福有分別，祝福和幸福有分別的，因為喺上帝嘅祝福裏邊咧係冇憂慮。因為在上帝的祝福裡面是沒有憂慮的。人嘅幸福咧可能有短暫，人的幸福可能很短暫。幸福之後咧可能有唔好嘅後果。幸福裡面可能有不好的後果，即係可能有唔幸福嘅地方啦。可能就是有不幸福的地方啊。但係如果我哋每日晝夜思想啊上帝嘅説話，如果我們晝夜思想上帝的話語，呢個人就唯有福啦。這個人變為有福了。佢就好似乜嘢嘅嘢咧，好似一棵樹種喺呢個溪水旁邊。就好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。我哋話結果子嘛，我們要結果子啊。我哋話唔枯乾嘛。我們說不枯乾啊。最重要就係我哋所做嘅一切都順利啊。就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順利。其實真理就可以幫助每一個人嘅你嘅順利。所以真理就是可以幫助每一個人的順利。世上嘅幫助咧，只係片面。所以世上的幫助只是片面的。可能係肉體嘅滿足啊，或者物質上嘅滿足。可能是肉體上的滿足和物質上的滿足。但係上帝嘅真理咧，係靈魂體嘅三方面咧，都係榮美嘅，帶來呢個豐盛嘅。但上帝的話語就是帶來那個真理，可以帶來生命、靈魂體的完全的完美。但係點解
我追求咗真理咁耐，都未得到你所講嘅完全嘅有福分呢？那為什麼我追求真理這麼久，為什麼得不到你所講的完全的福分呢？有兩個原因。有兩個原因。第一，你要真正揾到係你未到位啊，你嗰個真理係未到呢個位置。因為你的真理還沒到這個位置。因為聖經每一樣嘅事情咧，都有佢嘅真理喺當中嘅。因為聖經上每樣事情都有它的真理在當中。而你未找尋到咧，聖經點樣講喺某件事情、每個人事情點樣講？因為你們還沒找得住聖經上在每一個事情、每一個人的裡面的所講的。所以你都係靠你自己嘅方法去處理事情。因為大多數我們都是靠我們自己的方法去處理事情，所以仍然未順利。所以仍然沒有順利。但係上帝嘅説話咧係包羅萬有。但上帝的話語是包羅萬有的，包括點樣去治理一個國家，包括怎樣去治理一個國家，人與人之間點樣相處，人與之間如何相處，社會點樣去應該點樣行，社會應該怎樣去行。我處理財物點樣去處理財物，我處理那個財務怎樣去處理，點樣對待父母點樣處理孩子，如何與父母對付，如何處理孩子，唔係對付啦，係點樣對待父母，點樣去使你所做嘅嘢都成功，怎樣讓你所做的都成功，都有喺聖經裏邊，都在聖經裡面。所以我哋一陣再講啦啊！所以如果你找到聖經嘅真理喺某方面能夠加上 apply to the situation， 就能夠用出嚟咧，你一定會成功嘅。如果你把聖經的真理放在某一樣事情上面的話呢，你一定可以用得出來。所以佢話你會凡事都順利啊！所以他說你凡事都會順利。你相信佢，而你行得出嚟，你必然有福。你相信他，而且行出來，你必然有福。就係我哋每個人都想啊！我們每個人都想，沒有咒詛嘅裏邊，沒有咒詛的在裡面。所以你同隔離講啊，凡事都順利。所以跟旁邊的說，凡事順利。但係你要晝夜行在神嘅説話裏邊。但你要晝夜行在神的話語裡面。唔係單止聽，不是單單去聽，要 apply 可以行到出嚟，要行得出來。咁我哋行得幾多呢？那我們能行多少呢 ？OK，下一個，佢會帶來美滿。它會帶來美滿。但係我哋上次講到，哇！一開始神話你唔可以食呢個果。一開始神說你不可以吃這果，你必定死。你必定死。但係魔鬼即刻話你唔一定死。但魔鬼馬上說你不一定死。呢度世界已經有咗兩個，一個真理，一個謊言。所以世界上已經有一個真理，有一個謊言。結果人點樣選擇呢？結果人如何選擇呢？人選擇去聽呢個謊言。選擇去聽謊言啦，所以即係話係啊，我講阿 Frankie 啊，咪講到愛嘅呢個問題，愛世界，世界代表乜嘢咧嚇？那剛剛 Frankie 在分享愛，那愛世界是代表什麼呢？所以世界已經有兩種嘅父，所以世界有兩種嘅父，一個係天父，係真正嘅父親；一個是天父真正的父親，唔講大話嘅父親，不說謊的父親，眾光之父，是眾光之父，真理嘅父，真理的父。第二個係邊個呢？第二個是誰？我哋再讀一次好冇？我們再讀一次，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你們父的私欲，你們偏要行。他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裡沒有真理。他說謊是出於自己，因他本來是說謊的，也是說謊之人的父。當我哋亞當夏娃啦，我哋先講亞當夏娃。當亞當夏娃佢信跟從咗魔鬼之後，佢哋承認咗魔鬼佢哋嘅父。他們就承認魔鬼是他們的呢父。個耶穌講呢班人係邊個呢？那耶穌說這一群人是誰呢？就當然講係佢當時嘅法利賽人啦。當然是講當時的法利賽人。因為佢哋係唔聽上帝説話。因為他們不聽上帝的話語。亦都係講現代世人呢，只有兩種人。也講現在的世代的兩種人。一種就係知道父親天父係邊個，相信佢。
一個是知道天父是誰而相信他，一個咧就係雖然佢知道魔鬼係謊言嘅，但係佢仍然去跟隨佢。另外一種就是他們知道魔鬼是謊言之父，但是仍然相信他。所以我哋要認清楚真同假，所以我們要認清楚真與假，唔好應付作賊。不要認父作賊。咁即係話 Frankie 講嘅，咁你愛嗱上帝話我愛世界，剛剛上帝說我愛世界，我愛世人，我愛世人，所以差獨生子為神死，為人死。所以差派獨生子為人死。但係魔鬼就另外一個世界，但魔鬼就是另外一個世界啦。佢變成世界嘅父啊，他變成世界的父，佢係世界嘅神啊。他是世界的神。所以我哋愛世界，愛唔愛世界咧？你要分辨。所以我們愛不愛世界要分辨。上帝愛世界咧，係愛裏邊嘅人。上帝愛世界是愛裡面的人，同埋愛人行在真理裏邊，和愛人行在真理裡面。與其他愛魔鬼人咧，佢愛世界嘅意思咧，佢愛黑暗。所以愛世界的魔鬼裡面呢，他愛世界，但是他愛黑暗。所以即係嗰個問題咧，嗰個咧可以 yes or no 嘅喎。因為那個問題可以說是，可以說不是。因為嗰個世界係代表咗兩種嘅嘢。因為世界代表兩種東西。一種係神嘅子民，好嘅嘢。一個是神的子民，好的靈魂，靈魂好的。一個係代表魔鬼嘅黑暗係唔好嘅嘢。另外一個代表魔鬼的黑暗是不好的。所以我哋要分清楚。所以我們要分清楚。好，呢度就話世人點解憎你咧？世人點解憎你咧？所以世人為什麼會恨你啊？佢講呢個世界就係黑暗嘅人憎你。他講的這世界黑暗的人是恨你。因為你信咗耶穌，你有光。因為你信了耶穌，你有光。正如啲人黑暗嘅人恨耶穌，因為佢就係世界嘅光。因為為什麼世人會恨耶穌？因為耶穌是世界的光。所以當我哋站喺光嘅時候，真理嘅時候，所以我們站在光裏，站在真理裡面的時候，世人就會恨你啊。世人就會恨你了。係唔愛真理嘅人會恨你。是不愛真理的人去恨你。雖然你愛佢嘅靈魂，雖然你愛他的靈魂，佢要選擇，他要選擇愛唔愛光，愛不愛光，愛唔愛真理，愛不愛真理。如果佢唔愛真理咧，如果他不愛真理，如果佢恨耶穌咧，如果他恨耶穌，佢同樣喺度恨你。他同樣也佢恨你。唔係因為恨你啊，他不是因為恨你啊，係恨耶穌喺你裏邊啫。是恨耶穌在你裡面。好，大家清楚啦嘛？大家清楚了嗎？所以呢個世界係代表黑暗嘅世界，亦都代表上帝嘅世界。所以這世界代表黑暗的世界，也代表上帝的世界。佢蒙蔽咗啊人嘅眼睛，他蒙蔽了人的眼睛。人被呢個世界嘅神啊蒙蔽咗眼睛，做佢嘅黑暗嘅事情。所以人就被這個世界的黑暗蒙蔽了，要做他的事情。所以我哋要知道邊個係真，邊個係假。所以我們要知道誰是真的，誰是假的。因為佢已經要將假嘅變成真啦。因為他要把假的變成真。所以啲人咧分辨唔到真同假。所以人分辨不了真與假。有時似真又似假。有時像真又像假。但係正話我哋講嘅咧，我哋要棄假。如果我哋知道上帝嘅真嘅時候啊，真理嘅時候，如果我們知道上帝的真理的時候，我哋要放棄假嘅，我們要放棄假的，歸向真理嘅，歸向真理，亦都咧要靠神嘅恩典行出呢個真理，也要靠神恩典行出真理。靠我哋自己唔得，靠我們自己不行。好。好啦，咁真理點樣帶嚟好處咧？那講一講真理如何帶來好處。我哋一齊讀呢個經文好唔好？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。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：我在耶和華殿裏得了律法書，遂將書遞給沙番。呢個約西亞呢個皇帝，約西亞這個皇帝。佢21歲嘅時候，他21歲嘅時候，佢重建呢個耶和華嘅殿。他要重建耶和華嘅殿。佢之前呢嘅父親啊，有好多嘅王咧都係唔好嘅王，都拜偶像。他之前父親的很多的王都不好，都是拜偶像。但係當佢重建上帝嘅殿嘅時候，當他重建上帝嘅殿嘅時候，揾到呢個律法書，他找到了的律法書，揾到上帝嘅真理。
找到了上帝的真理，因為喺佢之前啊，佢嘅真理咧係唔見咗，因為之前他的真理不見了，所以佢揾到呢個真理。所以他找到這個真理了。當佢揾到呢個真理嘅時候，當他找到真理的時候，佢讚美感謝主，他讚美感謝主，佢將自己嘅衣服啊撕裂咗，他將這的衣服撕開，佢要跟從呢個真理去做，要跟從這真理去做，拆毀晒所有嘅偶像嘅殿啊，拆毀所有祭壇，拆毀所有偶像的殿的祭壇，帶來好大嘅復興，帶來很大的福氣。真理帶來美滿，帶來復興。真理帶來美滿，帶來福氣。呢個國家突然間復興起嚟，這個國家突然就復興起來了。佢藉著佢打敗好多佢周圍嘅敵人，帶來他就可以打敗他周圍很多的敵人。所以真理係呢個一個國家嘅興旺，一個國家嘅豐盛係在乎真理。所以一個國家的豐盛和興旺、興旺、衰敗、興旺和衰敗都在乎真理。所以聖經話邊個國家佢嘅神係上帝的話咧，係耶和華的話咧，呢個國家就會得到祝福。所以如果那個國家是遵從耶和華的話的話，這個國家就得到祝福。所以當福音啊由耶路撒冷傳開去嘅時候，當福音從耶路撒冷傳開出去的時候，初咧諗住去東方嘅，在亞洲嘅，最初想去東方亞洲的，但係聖靈話俾你聽，呢啲傳道師保羅啊，呢12位門徒咧要去西方開始。讓真理告訴他們要去西方。所以當真理、當福音所到嘅地方啊，就喺西方開始咧，每一個階層咧都興旺。所以當真理去到西方的每一個階層都興旺。無論係商業、學業、文化、藝術，所有每個階層咧都復興起嚟。無論是在那個工業、教育、文化、文藝，每一個階層都非常的復興。所以點解歐洲嘅藝術啊、文化、音樂啊，每一方面咧都好早就開始咗咧？所以為什麼西方那些音樂、文化、工業、學業那些很早就興起呢？科學呢個工業革命冚唪唥都喺嗰度開始。所以科學、工業革命全部都在那邊開始。人嘅平等啊，喺嗰度開始。人的平等也是在那邊開始。因為佢哋係以福音係嗰度開始。因為福音從那邊開始。點解歐洲咁多、亞洲咁多地方仍然係第三國家呢？為什麼在亞洲仍然很多國家是第三世界？因為福音仲未到佢哋。因為福音還沒到那邊，全面化到佢哋。沒有全面去到那邊。當福音嚟到美國嘅時候，美國復興。當福音來到美國嘅時候，美國復興。好多嘅傳教士由歐洲嚟到美國啊，係講傳呢個福音。很多的傳教士從歐洲來到美國傳講福音。點解啊？為什麼？點解同其他嘅宗教咁唔同啊？為什麼與其他宗教不一樣？因為佢係真理。因為它就是真理。當夜上帝話佢作創造天地啊，6日啊創造天地啊，佢一看啊，佢看以為好。所以6天上帝創造天地，他看以為好。所以人跟住上帝嘅福音咧，一切都會好嘅。所以人跟着上帝的福音，一上帝切都會好。創造嘅一切都為好。對，上帝創造的一切都是好的。啱啱其他嘅宗教就啱啱相反。其他的宗教就剛剛相反。佢人要脫離呢個世界咧，一個苦海。人要脫離這世界苦海。呢個世界啲嘢都係唔好嘅，要放下嘅。這世界的都不好的要放下。要四大皆空嘅。要四大皆空。所以呢啲嘅哲理咧，好多人信啊。所以這是哲理，很多人都相信。但係呢，如果個個都立地成佛嘅時候，如果每個人都立地成佛的時候，個個都唔做嘢嘅時候，每個人都不做事的時候，呢個世界呢個社會會唔會有進步呢？這個社會會唔會進步呢？係，你自己諗下，會唔會進步啊？會進步嗎？但係上帝話所做嘅嘢都係好啊。但上帝說他所創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都係美，
都是美的，所以你係上帝創造嘅。所以你是上帝創造的，你同家嚟講，你都係美啊！所以你跟上帝說你是美的你，是美的嚇，你是美所的，做得啊一定好嘅。因為上帝做的一定是好的， Amen。所以唔好睇小自己。所以不要小看自己。上帝俾咗一個靈我哋啊。上帝給了我們一個靈。好，我哋好快啦，所以真理咧會帶來一切嘅復興。所以真理可以帶來一切的復興。如果冇真理，如果沒有真理，我嘅民放肆，我的民就放肆。佢話如果冇上帝嘅啟示，如果沒有上帝的啟示，如果人冇異象，如果人沒有異象，咩叫異象呢？什麼叫異象呢？異象就係上帝俾人去個目的去追尋，去有一個方向嘅達成嘅目的。所以上帝要給人一個目的去追尋、去達成的一個方向。咁佢就用呢個真理咧，係幫助我哋達到呢個目的。所以他就用真理幫助我們去達到這個目的。但係如果冇呢個真理嘅時候，但如果沒有這真理的話，人會放肆，民就會放肆。放肆嘅意思就係任作妄為。所以放肆就任意妄為，最後咧就變成咗呢個滅亡啦。最後就變成滅亡了。唯獨我哋一齊讀呢句好冇？唯獨我們一起讀，唯獨守律法的，變為有福。同家嚟講，你變為有福了。跟旁邊說，你變為有福啦。我哋越守律法嘅，越守上帝嘅真理嘅時候，你個生命就越有福。所以越守上帝的律法的時候，你的生命越有福。你邊度守上帝嘅生命，你邊度就會興盛。你哪裡守上帝的律法，哪裡就會興旺。反轉嚟，邊度我哋唔守上帝嘅真理，邊度我哋就會墮落。相反，我們哪裡不守上帝的真理，哪一方面就會墮落。嗰度我哋有欠缺，哪一個方面就會欠缺。好，我哋睇下呢個。好，我們看一看這個經文。咁有啲地方你講律法只係俾喺舊約，只係俾以色列人啫。好，你講律法就是在舊約裡面只是給以色列人呢？咁冇律法嗰啲國家點算啊？那沒有律法的國家怎麼辦呢？我們一齊讀好冇？我們一起讀。1、2、3。沒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們雖然沒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，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，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，或以為是，或以為非。所以宗教唔係一個參與嘅活動。所以宗教不是一個參與的活動。宗教係上帝設立俾人去遵行佢嘅旨意。宗教是給上帝設立，給人去遵行他的旨意。因為世界需要上帝嘅方向。因為上帝需要上帝的方向。佢話我真理就係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，就係幫助人走在呢個光明裏面。所以他說我就是路上的光，腳前的燈，幫助人走在光明裡面。同時佢話人喺自己眼裏邊，我哋上次都講過喺自己眼裏邊咧看為正直。所以我們之前有講過了，在我們的眼裡面看為正直，但係後邊咧都係滅亡啊！但最後都是滅亡的。如果冇上帝嘅真理光照人嘅時候，如果沒有上帝的真理光照人的時候，人會走去滅亡，人會走向滅亡。過去呢16年咧，美國已經好大嘅一個叫轉變。所以過去這16年，美國一個很大的轉變。其實30年前已經開始咧，教育部咧將所有嘅聖經啊嘅十誡啊嘅禱告咧拎走咗，喺學校拎走咗。所以早在30年前已經把學校裡面把那個聖經十誡禱告從學校裡面拿走了。有好多嘅 man of God、woman of God 就已經講話，我話好快咧，呢一班人咧就變咗無神論。所以很快，有一群人會變成無神論。佢哋唔知道自己係點樣嚟，點樣去。他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來，怎樣走。我哋講翻呢度咧，就係話，當嗰啲國家冇律法嘅時候，當國家沒有律法的時候，佢哋自己講自己嘅良心啊，良知。他自己講自己的良知，就係律法，就是律法。上帝好奇妙，上帝很奇妙，佢嘅計劃就係用以色列人開始。他的計劃就是從以色列開始。但係佢同時亦都將一個靈啊
比萬般嘅所有嘅國家咧，所有嘅人咧都係本於一個血脈。所以他也將這個靈讓所有的人本乎一個血脈。我哋萬本都係同一個口音。我們萬本是同一個口音。上次我哋講到一陣，我哋可能會再提一提。好，上次已經講過了，但是等一下會再提一下。咁佢個良知就係上帝俾呢個靈我哋。所以良知就是上帝給了一個靈我們，使到我哋能夠分辨是非，讓我們可以分辨是非，彼此互相去較量，彼此去較量，乜嘢係啱，乜嘢係錯。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。呢個非常之好，這個非常的好。但係良心只係話俾我哋責備我哋邊度唔啱。但是良心只會責備我們哪裡不對。我哋冇能力係做啱佢㗎。我們沒有能力去做好。所以，但係都係好。但也是好的。好似一個良知，好似一個明燈。良知好像一個明燈。感謝主咧，上帝咧都喺俾中國人啊，而家先講中國啊，中國人一個好嘅啊，今日中國仍然能夠生存咧，因為好多其他國家已經滅亡啦。因為中國到現在還可以生存了，因為很多國家都已經走上滅亡了。都是上帝咧，仍然咧係光照嘅中國人嘅文化。所以上帝仍然在光照中國的文化。當邊個國家完全去追求呢個魔鬼嘅時候，拜邪神嘅時候咧，呢個國家最後咧係滅亡咗好多。所以每一個國家如果繼續拜那個邪神偶像的時候，這個國家就會走向滅亡。無論佢幾發達，曾經，無論他曾經是多麼的發達，好似巴比倫，好像巴比倫，係滅咗國，亡咗國啦，就亡國了。呢個希臘，還有希臘，波斯，還有波斯，都滅咗國，都滅國了。咁呢個我哋講到呢個，上次講到呢個巴別塔。上次我們講那個巴別塔，係咪真實㗎？是真實的嗎？佢話人呢就係高傲咧，將要一齊咧做一個通天塔到天上。所以人就是因為驕傲，要造一個通天的塔到天上，亦都咧將自己嘅名咧好似神咁高，也將自己的名刻在裡面，像神一樣的高。結果咧，好，我哋讀一讀呢度啊。我們一起讀。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，他們彼此商量說：來吧，我們要做磚，把磚燒透了，他們就拿磚當石頭，又拿石器當灰泥。結果上帝就混亂咗佢個語言，所以上帝都把他的語言混亂了。天下人都講同一樣嘢，一個話。以前是天下人都講一樣語言的。你話幾好啦？你說多好？我唔使學潮州話，我不用學潮州話。阿李老爺，阿生幫我講得啦。阿生跟我講，多幾好係咪？又唔使翻譯係咪？又不需要翻譯。嗱，你睇下。好，我們再看我哋中國好多嘅字咧。我們中國很多的字。我都話上帝咧嘅恩典咧好大。所以我說上帝恩典很大。我哋嘅思想可能忘記咗神。我們的思想可能忘記了神。我哋嘅文化咧再唔去引述神嘅同在。我們的文化再不去描述神的同在。但係上帝喺我哋嘅文字啊。當上帝在我們的文字裡面，同埋我哋嘅文章裏邊，和我們的文章裡面，清清楚楚留下佢嘅手印，清清楚楚留下他的印記。佢將佢嘅上帝嘅 DNA 啊，佢個原先咧放咗喺上帝嘅中國人嘅文化裏邊，唔可以使中國人忘記。所以原先他的 DNA 已經放在中國人的裡面了。我只係講一兩個字啊！我現在只講一兩個字。只係話我哋講到巴別塔，就講到巴別塔。呢個塔字，這個塔字點解會係咁嘅形狀咧？為什麼是這樣的形象？原來每個字裏邊咧，中國咧嘅字咧有一個故事喺當中睇到嘅。原來每個字都有一個故事在裡面看得見。好多，是很多。我今日只係講一兩個。我今天只講一兩個。呢個塔字咧，點解會下邊係人一個口咧？為什麼底下是人一個口呢？關個盒咩事咧？但那個盒字，一個塔同個盒冇關係㗎。
那一個塔與那個盒子沒有呢個關係的，合嘅意思就係人啊同一個口音。因為人是同一個口音。佢上邊咧就係眾人啊，他眾人，它上面是眾人，眾人一口，眾人一口，用土啊，用做呢個泥灰做成呢個塔，用那個泥土做成一個塔，奇唔奇妙？奇不奇妙？你可唔可以用其他嘅字去代表呢個塔字咧？你可以用其他的字去代表那個塔字嗎？你可以用水啊，冇水啊，你可以用水，但是沒有水啊。用水溝水泥啊，係咪？靠水泥啊。你關個合一咩事咧？那關合一什麼事呢？呢個就係裏邊其中一個故事喺當中。就有一個故事在好，裡面。我哋講到船。那我們講到船。船大抑或舟大啊？船大還是舟大？船啊。船。舟係細啲係咪？舟是小一點的。咁但係佢呢個舟咧有8個咩啊？8呢個好似個圓啊嘛，你所以叫做船啊。其實佢就係8口。所以這個舟的旁邊有一個8口。個8口咩意思啊？8口是什麼意思呢？嚇？邊個啊？他哪一家？挪亞8口。挪亞，你去呢個創世紀第6章就睇下，就知道呢個敘述啦。那你去看創世紀第6章就有這個挪描述。亞的一家。挪亞的一家。數一數，呢個口代表什麼？一個口代表咩啊？那口是代表什麼呢？有冇人有2個口先？有沒有2個口？有冇啊？冇啊！所以一個人一個口。這一個一個口代表一個人。一個口一個人。贊同啊？贊同嗎？所以8口就代表幾多個人啊？8口是多少人啊？有邊8個啦？那8個啊？挪亞是一個。挪亞一個。然後老婆 ，OK。他老婆一個。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，就叫老婆吧。好，就叫他叫老婆好了。因為羅老婆。挪亞的老婆。挪亞的老婆。跟住咧？跟着。孩子多少個？孩子。3個。3個孩子。你現在一共有5個。5個啦，係咪？咁仲有3個咧？那還有3個呢？新抱冇錯。媳婦。聖經有講佢哋嘅媳婦。聖經有講幾多個啊？3個。所以一共幾多個啊？是一共8個。8個。佢就喺挪亞嘅方舟裏面。他就在挪亞的方舟裡面。只有呢8個人被拯救啊！只有這8個人被拯救。你睇下，上帝其實係冇離開過中國人嘅。所以你看，上帝從來沒離開過中國人。如果我哋唔知道佢咧，係被蒙蔽嘅啫。如果我們不知道，就是被蒙蔽了。一路啊，好多嘅君王都係祭天嘅。因為一路以來，很多君王都是祭天的。呢個係直至到清朝咧，佢哋都係咧去拜一個天上嘅上帝。所以直到清朝也是拜天上的上帝。佢哋每一年咧都去拜皇天嘅上帝。所以每一年他們都去拜那個望天的上帝。點解佢叫做天子啊？為什麼他叫天子呢？佢知道係天上嘅兒子。他知道他是天上的兒子。佢唔係大過皇帝，唔係大過天。他的皇帝不大不過天。當然有一啲皇帝係敗壞嘅皇帝啦。當然有一些是敗壞的皇帝。嗱，我哋睇下天壇裏邊。那我們看一看天堂裡面有冇偶像呢？有沒有偶像？冇偶像。沒有偶像。佢哋都拜一個皇天，只有一個牌。他們只有一個牌，就係皇天嘅上帝。就是皇天上帝。上帝將佢嘅故事、佢嘅品格、佢嘅靈性咧，放喺係冇離開過中國人嘅。所以上帝的靈性品格沒有離開過中國人。但係當人蒙蔽、出賣咗良心嘅時候，當如果人出賣良心嘅時候，隱蔽咗良知嘅時候，隱蔽了良知嘅時候，上帝就見唔到上帝啦，就看不見上帝。上帝唔喺度喎。上帝不是不在，係人，我哋中國人好多人離開咗上帝。所以中國人很多人都離開了上帝。又聽一啲假嘅説話，又聽一些假的話。嗱，如果當人嘅良知被埋沒啦，當人的良知被埋沒，佢點可以知道上帝咧？他如何可以知道上帝呢？佢點可以
分辨是非啦。他怎樣可以分辨是非呢？當你喺思想喺裏邊，喺一個無神嘅思想裏邊，當你在一個無神的思想裡面，你係唔會注重呢啲叫做君子之道、大道之行。你是不會君子，你是不會在乎這個君子之道，你唔會計較呢個道德，你不會計較這個道德，你只在乎係利益。只在乎利益。呢個係已經影響咗中國咧一段嘅時間。這個就影響中國的一段時間。當我哋我哋講一講呢個係咧，其實呢個就係禮學裏邊咧，孔子寫嘅。我們就是這個理學裡面孔子寫的。佢係大道之行也。他說大道之行也。咩叫大道咧？什麼是大道？佢話一條咧啱嘅道路，一條光明嘅道路。就是一條對的道路，光明的道路。天下人都應該行在當中。天下人都應該行在當中。兩樣嘢咧，佢話我哋一定要選一啲咧賢與能嘅人。所以我們一定要選一些賢與能的人。不單止係有能力，不單單有能力，佢係有道德嘅。還是有道德的。我哋要講信，要修呢個和睦。我們要講信，要修這個和睦。係咪？我哋之前好多時係崇尚呢啲㗎。之前我們很多時候崇尚這個。中國人5000年嘅歷史啊，中國5000年的歷史嘅觀念啊，嘅觀念喺儒家裏邊啊，在儒家裡面。因為儒家裏邊有好多係屬於係崇尚呢個精神之學嘅。因為在儒家裡面，很多是崇尚這個精神的哲學。係追求呢人與人之間嘅道德啊，當中嘅愛嘅。是追求人員的道德和愛。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。不獨親其親啊，子其子。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。佢教導咧，唔好單單淨係愛你自己嘅親人，你都要關顧一啲咧係被人遺棄嘅老人家。所以他教導的不要單單愛你身邊的人，要關顧愛一些老人家。呢種嘅博愛係咪真係好好咧？這種的博愛是很好嗎？不獨親其子，唔係單單係愛你自己嘅年青人，你要亦都愛推己去及人。不獨親其子，就是不單單愛那些自己的年輕人，其他的你要愛。使到每個老人呢都能夠咧有好嘅晚年。所以使很多老人家都有很好的晚年。壯健嘅人、中年人呢都有用。所以中年的人也有用。幼年人呢又可以好咁樣成長。幼年的人也很好的成長。使到呢啲咧孤兒寡婦啦，係咪聖經講啊？孤兒寡婦、殘疾啦，原來中國人都對殘疾咧係咁有嘅愛心。所以中國人對那個殘疾人也有這麼大的愛心。都有人養，也有人養。冇人沒有欠缺，沒有人有欠缺，都有人關心，也有人關心。要有咧男有分，女有歸。即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即係男咧有佢自己嘅工作，所以男有他的工作，女人亦都有佢嘅歸屬。女人也有她的歸屬。好啦，我唔會再今日唔係講股啊。我今天不是講或者去考呢個文學啊。是我不是在考古那些文學。但係如果個個人都係咁樣做的話，但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，佢話啲盜賊啊亂嘅事情咧唔會發生。他說如果那些這樣做的話，盜賊都不會亂做了。夜晚啊，甚至咧佢希望呢個咧唔需要關門啊，關門。所以在晚上呢，都希望不用關門。我初嚟夏威夷嘅時候，我剛來夏威夷嘅時候，唔講俾你聽幾多年啦。不講你是多少年啦。真係我哋唔使鎖車，唔使鎖門。真的，以前真的不用鎖車，不用關門。但係曾幾何時？但有些時候，呢個歐胡島盜竊，都有呢啲事情發生。但在這個島上呢，曾幾何時都有這些盜竊的事情發生。佢話：如果我哋咁樣做嘅時候，他說如果人真係有呢個道德良知啊喺嘅時候，如果人有這個道德良知嘅時候，呢個就叫做大同啦。這個叫大同，即係應該社會裏邊咧維持到呢個咁樣嘅風法。所以應該社會裡面要維持這樣的方法，良善嘅方法。良善的方法。但係如果我哋冇
唔信上帝嘅時候，當我們如果不信上帝的我哋時候，嘅良知隱沒嘅時候，我們的良知埋沒的時候，良知黑暗嘅時候，良知黑暗的時候，出賣咗良知嘅時候，出賣良知之後，呢啲一切都係即係假嘅啫，係咪做唔到，冇可能。這一切都沒有一個人可以做。呢啲嘅上帝俾藉着呢啲導師啊傳授出去嘅，到而家已經大道淹沒啦，即係已經銷聲匿跡。所以以前上帝要這些導師宣揚出去的，直到現在為止已經沒有了。人人就單乎係自己咪，就咁。師母就話咪咁。哦，每個人都是關乎自己的，都是我行先。每一樣事情是我先。感謝主啊！上帝將呢個真理再一次俾翻我哋。感謝主，上帝給這個真理再次還給我們了。所以一切嘅天然嘅思想，所以一切天然的思想，救人嘅喜好，救人的喜好，感情嘅偏見，情感的偏見，人生嘅背景，人生的背影，宗教嘅傲慢，宗族的傲慢，包括我哋嘅倫理、常理、推理、哲理，包括我們的倫理、常理、推理、哲理。只係有部分啱，只是有一部分對，但係好多都錯。但很多都是錯。如果我哋跟住呢個習俗、世俗文化觀點嚟做，如果你跟呢個習俗、世俗文化觀點嚟做，係唔圓滿啊，係有缺乏，是有缺乏的，甚至咧有誤導添，甚至會有誤導。如果人本嘅思想、人本嘅主義，正如呢一開始嘅時候，呢人就想自己去。得到呢個永生啦嚇，呢個上天堂啦，我要做一個塔通天嘅。所以如果在用人本思想、人本主義的話，在以前人就想用自己的方法造一道塔上天的，係做冇可能，是沒有可能的。呢個世界只係一個帶來一個混亂，更大嘅混亂。所以在這個世界只會帶來更大的混亂。呢個巴別塔嘅意思就係混亂啊。這個巴別塔的意思就是混亂。所以我哋要歸真。所以我們要回歸真理。人本嘅制度唔能夠代替真理。是人本嘅制度不可以代替真理。佢行到一段時間，但係後邊呢係唔會完美。所以他可能會在一段時間裡面是好的，但最後是不會完美。咁美國嘅政制係點樣呢？那在美國的政治是如何呢？呢一班初期嘅forefather，呢啲嘅佢哋嘅祖先啊，即係呢啲開國嘅父親。所以在美國開國的那些元首，都係以真理立國。都是以真理立國。佢哋想知道咧，要找一個咧美善嘅社會咧，一定要從真理開始。所以因為他們知道要有一個美善的社會，一定要從真理開始。所以喺美國乜嘢都係有神喺裏邊嘅。所以美國每一樣都有神在裡面。錢有 In God We Trust。在錢有在一個英文字。法院有10誡喺度。法院有10誡。唱嘅國歌God bless one nation under God。所以在美國歌裡面也是有一個神在掌管。但係當人逐漸離開真理嘅時候咧，當人逐漸離開真理嘅時候，就帶來混亂。尤其是嗰啲在高位嘅人咧，佢去推行呢啲混亂咧。尤其在最高位嘅人去推行這種混亂。因為佢冇真理嘅時候，就帶來呢個叫做放肆啊。所以他沒有真理嘅時候，就帶來這個放肆。呢10幾年咧，係美國咧越嚟越放肆。所以啲人越嚟越放肆。所以這10幾年人越來越放肆。點解啊？為什麼？因為佢哋將真理解曲咗。因為他們把真理曲解了。將自由解曲咗。自由曲解了。我哋一齊讀嗰個。我們一起讀。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他們回答說：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從來沒有做過誰的奴僕。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由呢？耶穌講話，自由係我哋
靈魂體裏邊嘅自由。是耶穌說自由是我們靈魂體裡面的自由。佢哋回答佢哋唔知道，他們回答他們不知道。佢只係問話我哋個國家冇做過奴隸啊。他問我們的國家沒有做過奴隸啊。咁你點解話我哋冇自由啊？你為什麼說我們沒有自由呢？咁耶穌就回答佢哋啦。那耶穌就回答他們啦。耶穌回答說：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僕。我哋遵行聽邊個人話嘅，我們遵行是聽誰的話，你就係邊個人嘅奴僕。你就是誰的奴僕。如果我哋係罪嘅奴僕，如果我們是罪的，想犯罪，我們如果是罪的奴僕，我們就想犯罪，罪嘅奴僕，就是罪的奴僕。喺邊方面我哋唔聽上帝説話呢？在哪一個方面不聽上帝的話？其實喺邊方面你就捆綁咗自己。就在哪一個方面捆綁自己了？呢度講係 bondage 捆綁。這裡講的那個捆綁，我哋被世界好多嘢捆綁。我們被世界很多事情捆綁。所以嗰啲真理有時點解人有思想嘅低落啊？有憂慮啊，好多嘢咧係有捆綁喺當中。所以為什麼人有這個思想的低落，有那個憂慮，就是有捆綁。你上帝因為魔鬼又知道你邊度軟弱，所以上帝因為魔鬼知道你哪裡軟弱，佢用唔同嘅試探唔同嘅人。他會用不一樣的試探去試探不一樣的人。你喺某方面你得勝，在某一方面你得勝，但係某方面你軟弱嘅時候，你就跟隨佢啦。但在某一方面你軟弱，你就跟從他，你就成為佢嘅奴僕啦。你就成為他的奴僕了。所以耶穌話：我想你嚟咧，我嚟咧係你要知道呢啲真理咧。其實耶穌就係真理，佢嚟咧釋放我哋。所以耶穌說：我來就是讓你們要知道這個真理，因為耶穌就是真理。所以真理帶來自由，所以真理帶來自由，真理帶來豐盛，真理帶來豐盛，一切嘅豐盛，一切的豐盛帶來自由，帶來自由。好啦，呢個人呢，大家正話講過啦。好，這個人剛剛都講過，佢就睇到美國嘅危機，他就看到了美國的危機，因為年青人已經唔知道分辨到咩叫真理，咩叫做唔啱，因為他看到對同錯，因為他看到年輕人已經分辨不到哪一些真理，哪一些對錯。魔鬼藉著唔同嘅階層咧去宣講俾佢哋聽，邊啲你哋咁樣可以做。所以魔鬼在不一樣的階層裡面告訴他們，你們可以這樣做。所以自由唔係做任何嘢都得。所以自由不是說你做什麼都可以。佢哋講個自由咧就係你中意就做乜嘢。因為他們所講的自由就是你喜歡做你就去做。上帝一開始已經唔俾人哋咧係想做乜嘢就做乜嘢。所以上帝一開始不是說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。佢俾一個遮蓋我哋咧，佢話所有嘅樹你都可以食，只係呢一棵你唔可以食。所以他給了一個遮蓋，他說所有的果你可以吃，唯獨這個不可以。佢俾一個範圍我哋咧係行在佢嘅真理嘅裏邊。他給了我們一個範圍是行在他的真理裡面。但係人係想做神，當人想做神，你食咗呢個果，你就係大部分人咧都喺魔鬼裏邊嘅控制。所以你吃了這個果，大部分人都在魔鬼控制裡面。因為佢話你食啦，你食咗唔使死。因為他說你吃啊，吃了你不一定死。咁佢哋嘅動機嘅食咧就係呢個變咗呢個貪婪啊！我食咗好似像神一樣。因為這個動機是你吃了這個貪婪，就好像神一樣。所以而家佢哋全世界都叫話啊，你可以中意自己性別係乜嘢，你別做乜嘢咯。所以現在很多人在世界上都覺得你喜歡你自己的性別是什麼，你就去做。你肚腹裏邊嗰個嬰孩，你中意放棄殺掉，你可以殺掉啊。如果你自己肚子裡面的胎兒，你喜歡放棄，你可以殺掉。所以好多嘢人已經坐喺上帝自己控制嗰個決定嗰個座位裏邊。所以人已經坐在上帝做決定的那個位置上了。佢哋好似自由，他們好像是自由。其實每一個壞嘅決定佢做，佢自己捆綁咗自己。所以其實每一個壞的決定，他就在捆綁他自己。佢喺罪裏邊咧係被捆綁咗。在罪裡面被捆綁。佢喺呢個殺人嘅裏邊啊，佢有好多人啊，個良心後尾發現咗之後咧，好後悔咧，係墮胎咗自己嘅嬰孩。所以他們在殺人之後呢，他們就會很後悔，
還有一個墮胎記的嬰孩。所以呢個人佢想挽回呢啲年青人，所以這一個人他想挽回這些年輕佢愛人，呢啲年青人，他愛這些年輕人，所以佢要開放俾佢同佢一個辯論。所以他開放一個辯論，亦都想去挽回咧。其實美國係一個好好嘅嘗試。所以在美國是一個很好的嘗試。呢個叫做民主係一個好好嘅嘗試。因為這個民主是很好的嘗試。雖然只有250年啊，雖然只有250佢年，仍然喺度改變緊嘅。他仍然還在改變。因為呢樣係好新嘅一個想法。對，這是一個很新的想法。其實一開始上帝都唔想有政府去管轄人。所以一開始上帝不想政府去管轄的。佢想我哋每個人都自治咧喺上帝裏邊嘅管轄。他只想我們每個人都自治在上帝的管轄裡面。但以色列人要掃羅第一個皇帝出嚟嘅時候，所以以色列人讓掃羅第一個皇帝出來的時候，所以佢講呢個人講話，你哋唔應該有大政府。所以這個人說你不應該有大政府，因為大嘅政府佢會控制你。因為一個大的政府，他會控制你。尤其是獨裁嘅政府咧，你就係所有都係人都係奴隸嘅。所以尤其是獨裁的政府，你所有人都是奴隸。咁佢呢個民主係從哪裏嚟咧？那這民主從哪裡來呢？係從只有上帝俾每個人係平等。所以只有上帝給每個人都是平等。男女老少個個人都要平等。男女老少每個人都平等的。喺人裏邊係冇呢個平等喺度嘅。在人裡面是沒有這個平等。包括人有缺陷都係平等。因為包括人有缺陷都是有平等。因為係上帝俾嘅，都是上帝給的。所以佢係想挽回呢個咁嘅民主呢個制度。所以他想挽回這個民主的制度。當然佢就講真理，只有真理能夠改變人。當然他講的是真理，因為只有真理可以改變人。同隔離話。同哥嚟講，跟旁邊的說，真理使我哋得自由。真理使我們得自由。真理使我哋得自由。真理使我們得自由。我哋唔會被捆綁。我們不會被捆綁。當最後嘅時光，佢去到好多嘅地方。因為他去了很多的地方，好多嘅學校，很多的學校。呢啲最近有啲學校咧就反以色列啦，真係。被蒙蔽好多啦，所以現在很多學校裡面反以色列被蒙蔽很多。但係喺最後呢個，當人問佢嘅槍械同埋嘅時候，當最後這一次有人問他那個槍的時候，同埋變性呢個問題嘅時候，還有變性這個問題的時候，佢就被一個人喺後邊直接槍殺。他就被一個人直接槍殺了。我要放一啲出嚟，因為如果呢個 video 呢個片段咧，會更加使人咧好唔舒服啊！如果要放一些那個影片出來，會讓人就很不舒服。佢當場暴斃，他當場就死亡了。有啲人睇到見證啲血就係飆出嚟啦。有人看見他的血就噴出來了。呢個就係槍殺佢嗰個人。這個就是槍殺他的人。點解佢會咁做呢？為什麼他就要這樣做？因為佢相信佢做嘅係啱喎。因為他相信他做的是對的。所以話人喺自己眼內都係以為正嘅。因為人在自己眼裡看，佢以為殺咗呢個人咧，佢好正義。因為他以為殺了這個人是很正義。佢話呢個查理啊，話呢個查理咧係一個法西斯主義。他說這個查理是一個法西斯主義，係一個暴力分子，是一個暴力分子。佢從來都冇同人拗過交，用暴力去同啲學生係對抗。他從來沒有用暴力與學生對抗。咁佢殺掉人呢啲係咪暴力咧？那他殺掉人是不是暴力呢？即係佢指責人哋暴力，但係佢自己可以用槍械去殺人，呢個唔係暴力。對，他可以指責這個人是暴力，但是他用槍殺了他，是不是暴力呢？所以謊言呢係好厲害。所以謊言是很厲害。我哋嘅行為呢係俾我哋嘅思想控制。我們的行為是被我們的思想控制。
如果我哋嘅思想想錯咧，如果我們的思想想錯我哋了，行為咧就會走出嚟。你的行為就會行出來了。所以我哋點解要學真理咧？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學真理呢？因為真理唔係幫助我哋唔好行錯。因為真理幫助人不會走錯。佢20幾歲就亦都判起碼終身監禁，甚至會喪失生命。所以他20幾歲可能會被終身監禁，或許被死刑。佢被殺嗰個時候咧，就啱啱12點24分。他被殺的那一個時間剛好是12點24分。咁人就將佢即係將呢個經文啊放在一齊。所以人就找到這個經文，把它放在一起了。就係今日阿 Frankie 揀過呢個經文。就是今天講的這個經文。佢係咪要死咧？他是要死。佢係咪呢粒麥子一定要死咧？他說不是一粒麥子一定要死。其實佢亦都同佢哋眾人講，佢好似已經預備咗為耶穌犧牲。他已經跟別人講，他預備好為耶穌犧牲。佢辯論嘅效果都係帶出真理咧，話俾人聽咧，上帝愛佢。因為他帶出的真理出來，都是告訴別人上帝愛他們。所以死有輕於呢個鴻毛，有呢個重於呢個泰山。是有輕於鴻毛，有重於泰山。聖經話人都會一死。聖經說人都會有一死。但係死有價值的話咧，係唔會白白送命咧，係會更好。所以死的有價值的話，不會白白送命，是正如耶穌點解佢覺得榮耀，知道佢嘅死係帶來咧人嘅復活嘅永生。所以為什麼耶穌覺得他的死是榮耀？因為他的死會帶來人的永生。死咗後2日，佢太太話喺太太當中講咗第一次嘅時候，已經講第一次。所以他死了之後呢，他的太太在第2次演講，睇到佢亦都係非常之感動嘅，非常之有信心嘅一個女人。所以看到她一個非常有感動嘅一個女人。佢話你魔鬼背後係魔鬼啊！他說背後是魔鬼。佢利用呢個人啫。他在利用這個人。佢話你魔鬼，即係佢同魔鬼講。就是他對魔鬼說。佢話你唔知道你做錯咗啲乜嘢啊？他說你不知道你做錯什麼。你以為你殺咗我丈夫？你以為殺了我丈夫？佢話而家先至係真真正正咧，好多嘅麥子長出嚟嘅開始。他說現在是真真正正很多的麥子長出來了。好一個好有信心嘅一個人。一個非常有信心嘅女子。上個禮拜有10萬，一半咧係年輕人。有10萬人，有一半是年輕人。係一個好耐未見到咁大嘅一個敬拜星期日。很久沒有看過一個這麼大型嘅一個敬拜，在禮拜天。我哋要將呢個真理同我哋嘅政策咧要分開啊，真係要分開。所以我們要讓這個真理與政策要分開。你唔會因為你支持某個政黨咧，你將呢個真理泯滅。所以不要說你支持哪一個政黨，你要把這個真理。我哋係選擇神，選擇佢嘅真理。我們是選擇神，選擇他的真理。今天呢個共和黨呢個叫咩叫共和黨係共和黨，如果佢行在主裏邊咧，我哋選佢。所以好像今天的共和黨，他行在主的真理裏面，我們選他。但明天如果佢哋反叛過嚟，係咪共和？唔係共和黨啊！而家個民主黨，如果民主黨跟隨翻上帝嘅政策咧，我哋選。如果民主黨跟隨真理，我們就選民主黨。所以我哋大家要弄清楚。所以我們要弄清楚。我哋淨係選擇神。我們只是選擇神。約書亞見到一個天使。約書亞看到一個天使。佢要去打仗。他要去打仗。當晚佢話：你係我呢邊咧，因為敵人嗰邊。就問你是我這邊的，還是敵人那邊的？呢個天使話：我兩邊都唔係。
天使說：我兩邊都不是，我係只係站喺神嗰邊。我是站在神那所以我邊。哋基督徒一定係站喺神嗰邊。所以我們基督徒一定站在神那一邊。只係邊一個靠近神多啲咧，我哋就選邊黨。只是哪一個靠近神那邊多的，我們就選哪一個。同埋邊個人？和邊個？所以我哋係有智慧去分辨嘅。所以我們是要用智慧去分辨。呢個當日就係咁嘅事情發生。當天就是這樣的事情發生了。哇！佢唔係單單美國喎，不是單單在美而家國。好多嘅地方咧，都已經突然間咧，好多人，好多年青人咧翻教會喎。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單單在美國，很多年輕人都回到教會。甚至咧，原來佢嗰個影響力咧咁犀利啊！喺韓國啊，喺哪裡喺呢個地方泰國啊，其他嘅亞洲國家都有影響。所以它的影響力很大，不管在韓國、在泰國、在亞洲都很大的影響力。而一句好特別喎，佢哋係咪基督徒我唔知。而且很特別，那些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。我就係 Charlie Kirk。他舉的牌子說：我就是Charlie。我哋就係 Charlie Kirk。我們就是 Charlie 啦。就係正如應驗咗嗰個聖經講嘅呢個，佢雖然一個人死，但係好多人就變成咗佢。所以很應驗聖經上所講的，雖然他一個人死了，變成這很多人就變成他。所以佢生命唔係白費。所以他的生命沒有白費。上帝使用佢。上帝使用他。呢個 I am Charlie Kirk 好，這裡寫着我就是 Charlie 啦。喺倫敦啊，無端端啊，咩好少倫敦嗰個宗教咧，基督教已經好低落啦。所以尤其在這個英國的倫敦，那個基督教的氛圍很低落的啦。嗰日咧有100萬人啊出嚟咧，係為佢為 Charlie Kirk 係餐庭嘅。但是那一天有100多萬人出來，為了紀念 Charlie。所以你唔好睇咗一粒麥子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小小的一粒麥子。更唔好睇小你自己嘅生命。更不要小看你自己的生命。一個人喺上帝嘅手裏邊啊，係無窮。如果一個人在上帝的手裡面是無窮。所以佢唔係講宗教。所以他不再講宗教。佢活出宗教。他不是活出宗教，係活出耶穌對佢嗰個恩情。而是活出耶穌對他的那種恩情。佢願意擺上，他願意擺上。好多人可以講，很多人可以講，好難，唔係好多願意完全活出嚟。很難，不是很多人可以活出來。呢個加拿大啦，都唱美國歌啊，加拿大，你知道加拿大最近同美國麻麻地啊。在加拿大也在唱美國的歌。仲有咧，不但止當時有10萬人啦，現場佢有100 million， 唔知幾多錢，中文唔知幾多。係幾多？100萬。100萬幾多啊？100個100萬。10個千萬不知道，知唔知道幾多？10個億啊，10個億啊。係全世界喺度收聽佢嘅。是那個時候，就是在全世界都在聽他的那個追思。所以魔鬼唔知道。所以魔鬼不知道。佢如果知道，佢唔會殺耶穌。如果他知道，他不會殺耶穌。啲人喺當中攞到個十字架。當中有人在抱着十字架。連副總統都要幫佢抬棺材。所以副總統也要為他抬那個棺木。幾高嘅榮耀啊！他是多高的榮耀？當司提反啊，保羅嘅見到個司提反被石頭釘死喺呢個使徒行傳嘅時候。當在使徒行傳，保羅看到那個司提反被石頭釘死的時候，佢話我見到神。他說我看見神。佢亦都話主啊寬恕佢哋。他也說主啊寬恕他。耶穌站起嚟歡迎佢。耶穌站起來歡迎他。耶穌，你知道聖經話耶穌坐在父嘅右邊。聖經說耶穌坐在父的右邊。但係司提反見到耶穌站起嚟歡迎。司提反看見耶穌站起來歡迎他。多大嘅榮耀啊！是多大的榮耀？呢個我哋夏威夷呢個叫做 CIA 呢個叫做咩獎啊？佢係 CIA 係 intelligence。
呢個國叫咩啊？中情局 ，OK，中央情報局情報局係啦，呢個叫做情報局啊嘅阿頭啊，就係夏威夷出嚟嘅呢個女人，亦都這個女性就是從夏威夷中央情報局的，喺當中係去尊榮佢啊！呢班都係好出名嘅人。所以很多很出名、很有名的人去專用他。呢個係川普嗰個女人係川普嗰個 advisor 啊。所以中間那個女人也是川總統的。國防部呢個情報局冚唪唥都出嚟咧，呢個health department 冚唪唥都去 honour 呢個女人呢個男人。所以所有很多國家很重要的政要都出來悼念。Ben Carson，Dr. Ben Carson 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，也是一個很好一個基督徒。呢個係佢嗰個牧師個 mentor，亦都同佢。這個是他的牧師。佢話我其實喺佢度學多過我教佢。他說我從他那邊學的比我教他的還多。但係佢話佢係一個好謙卑、願意受教嘅人。但是他說他是很謙卑、願意受教的人。最後最先佢太太講咗一樣嘢。最先前他的太太講了一樣。係最後嘅佢結束呢個佢嘅分享。最後他結束他分享。你睇到佢嘅掙扎。你看見他的掙扎。佢話你要睇我嘅眼。他說你要看我的眼睛。我係咪會放棄追求耶穌嘅一個人呢？你看我是不是一個放棄追求耶穌的人呢？佢話我先生相信嘅個信心喺我度。他說我丈夫相信的那個信心在我這裡。佢會繼續佢先生嗰個呢個叫 turning point 呢個轉捩點嘅呢個嘅 organisation 呢個嘅組織。他會繼續他丈夫那個轉捩點這個組織。佢話我丈夫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。他說我丈夫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。好愛我嘅先生。很愛我的。一個好好嘅父親。一個很好的父親。但係佢話我會寬恕殺我先生呢個人。兇手。他說他會寬恕殺我丈夫的這一位兇手。甚至喺後邊一切有參與呢件事情嘅人。甚至在後面一切參與這個事情的人。佢哋呢個機構3倍、2倍、3倍，而家更盛行。所以，他這個機構是2倍、3倍這樣去成長。年輕人活起嚟，年輕人醒起嚟，甦醒起來了。佢哋想參與呢個咁嘅 movement 啊，活動。move 呢個咁嘅運動啊！這年輕人很多都要參與這個運動。我相信佢會帶來復興。我相信他會帶來復興。美國會帶來復興。美國會帶來復興。咁我哋係神嘅兒女，最後啦。那我們是神的兒女。我哋對真理嘅態度點樣樣咧？那我們對真理的態度是怎樣呢？佢真係一個好好嘅榜樣。他真是很好的榜樣。我哋要勇於求證。我們要勇於求證。唔好聽到就枉然去判斷或者加自己嘅意見。不要聽到了就馬上去判斷和加自己的意見。好多嘢你聽並不是係真嘅。很多事情聽不一定是真的。你好多你聽唔到並不是佢亦都係假嘅。
很多你聽不到，也不代表是假的。咁點樣去求證呢？那如何去求證呢？正如保羅叫嗰啲人，你唔好淨係聽我講啊，你要翻去查考你嘅聖經啱唔啱？所以好像正如保羅對他們說，你不要只聽我講，你要回去查考聖經。其實而家好容易咧，係找到一個真理嘅。其實現在很容易找到這真理。你喺你嗰啲聖經嘅 app 裏邊咧，你只係每一個一個 topic 啊，你一個每一件事情啊，你想喺神裏邊找到呢個真理，你打落去咧，佢會彈出嚟。就好像我們現在在社交的一些網站裡面，你打一個聖經上面的是那個經文，它馬上可以給你答案。或者找一個機構，佢對呢件事情嘅睇法咧，你相信佢係隔離嘅，佢係有真理嘅，你打去咧，佢會講一啲咧幫助我哋。如果你對這個事情要求用真理去幫助你的話，你打下去，真理都會幫助你。所以我哋讀聖經咧，唔好用你自己個頭腦，因為你唔知道，除非你讀過呢個真正呢個聖經嘅説話。所以我們看聖經，不要用我們自己的頭腦、自己的思想去理解，除非你真正已經讀過這個聖經。好多時我哋嘅 reasoning 咧係錯誤嘅，我哋要睇到要準讀到呢個經文話俾你聽係點，你先至可以相信。所以有時候我們用我們的自己的思想去看的話呢，不一定是對的，所以我們要讀準讀，亦都要去廣讀，開始咧去聖經裏邊。如果耶穌話我就係呢個真理，我哋知得佢幾多呢？還有我們要廣讀，好像耶穌說我就是真理，那我們知道真理多少呢？所以當假嘢出嚟嘅時候，你知道呢個係真，你知道佢係假。所以如果有假的東西出來的時候呢，你會分辨它是假的。唔好用二手嘅傳教。你有冇打開過聖經？不要用二手去傳教。人哋講你，因為人做嘅嘢一定有佢嘅出入。因為人做的一定會有一些偏差的。偏差係啦，要自己去求神嘅啟示。要自己求神去啟示。建立一個上帝啊！你打開我眼睛啊！讀經嘅時候打開我眼睛，我就睇到你嘅真理。所以求神，我們讀經嘅時候，求神打開我們眼睛。如果我哋係上帝嘅兒女啊，我哋咪應該知道神係點樣樣嘅咧？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，我們應該要知道神是怎樣的。第四咧就係我哋唔好靠我哋嘅經歷。第四，不要靠我們自己的經歷。你嘅經歷係你自己個人嘅，因為經歷是你自己個人的。但係我哋唔係傳我自己嘅經歷，唔係當真理嘅。我們不是傳我們自己的經歷去當真理，亦都唔可以靠我哋自己嘅感覺啊！也不可以靠我們自己的感覺，因為我哋有偏見。因為我們會有偏見。我哋以為你可以話啊，呢個係我以為。這個我們可以說，這個我以為。我嘅睇法。我的看法。我嘅經歷。我的經歷。你可以用一個幫助嘅方法。但我們可以用一個幫助的方法。但係唔係真理。但不是真理。你要找尋呢個特別方面對呢件事嘅聖經裏邊有嘅。你們要找一個特別對這個方面的經文，聖經裡面有。第五要找證據，你講呢個説話有冇證據啊？第五要講的證據，你講這話有證據嗎？所以要用真理去解真理。所以要用真理去解釋真理。如果我哋唔知道嘅時候，當我們不知道的時候，聖靈幫助，求聖靈幫助。你可以話呢個係我嘅想法。你可以說這是我的想法，但唔係真理啊！但不是真理。除非你有證據咧，喺聖經裏邊咧找到邊個？除非你有證據在聖經裡面找得到。有聖經一定找到佢嘅證據。如果有聖經真理，一定會找到證據。第六個方面咧係冇講出嚟。第六個方面沒講。我哋要辯論到同唔信嘅人能夠講到辯論到真理出嚟。所以我們要可以與沒信的人辯論真理，學到點樣去學習裝備自己。當人問你真理嘅時候，你同佢分享到。所以我們要裝備自己。當有人問你真理的時候，你可以與他分享。所以呢個人雖然查理冇讀過大學，雖然這個查理沒有讀過大學，唔係佢唔可以讀，不是他不可以讀，而係佢已經有呢個呼召，想去為神做呢件事情。而是他已經
聽到神的呼召，要為神去做這個事情，所以佢嘅知識好廣泛，所以他的知識很廣泛，佢要去裝備自己，為咁多人解答生命嘅問題。所以他要去裝備自己，為這麼多人去解答生命的問題、問題、社會嘅問題、社會的問題、你婚姻嘅問題、婚姻問題、你行事為人嘅問題，你行事為人的問題。聖經係包羅萬有，聖經包羅萬有，只不過我哋唔知道啫，只是我們不知道，我哋冇去考察啫，我們沒有去考察，但係有嘅。但是有的。我哋做個祈禱，我們做一個禱告。主啊，我哋知道你嘅好。主啊，我們知道你的好。啊，天父係眾光之父，天父是眾光之父。佢喺愛裏邊沒有影兒，沒有唔清楚嘅地方。他在愛裡面沒有不清楚的地方。佢因為佢派主耶穌彰顯佢一切嘅愛，因為他差派主耶穌彰顯他一切的愛，溫柔忍耐，溫柔忍耐，捨己，捨己，智慧，都喺主耶穌裏邊看到。都在主耶穌裡面看到。尤其是當佢為眾人犧牲嘅時候，尤其他為眾人犧牲的時候，我哋知道佢嘅寬恕，我們知道他的寬恕，佢俾我哋嘅恩典，他給我們的恩典，使到我哋無話可說去領受佢，使我們無話可說去領受，又得着一個從你而嚟嘅生命，得着從你而來的生命。求主使我哋去珍惜，求主讓我們去珍惜，亦都願意跟隨你嘅榜樣，也願意跟隨你的榜樣。你話我哋要跟隨你，你說我們要跟隨你，背起呢個十架，背起這十字架，係與你同行。是與你同行。你之後喺今世嘅時候，沒有人好似你一樣再次為眾人犧牲。因為在今世以後，沒有一個人像你一樣為眾人犧牲。我哋喺聖經裏邊聽到呢啲殉道嘅人，我們在聖經裡面聽到這殉道的人。今日我哋睇到呢個不幸嘅事情發生喺呢個 Charlie Kirk 裏邊。在今天，我們在看見一個不幸的事情，發生在這個 Charlie Kirk 一個美好嘅家庭，一個美好的家庭。但係神你有自己嘅主意，但神你有自己的旨意。佢喺我哋眼前睇到佢真係活出你所講嘅真理同埋福音。所以他在我們看見的，就是活出你的真理和福音。主啊，求你真係唔好浪費，你唔會嘅，你係使用佢呢個嘅呢個嘅失喪。所以主啊，就求你讓每個人都可以使用他這個失喪，真係將好多嘅果子、好多嘅麥子種喺唔同嘅人，我哋唔知邊個，但我哋知道一定係有好好嘅收成。所以要把這個麥子、這個種子種在每一個人的身上。雖然我們不知道是誰，但一定是很多很多。主啊，亦都你求你，我哋嘅教會，我哋夏威夷亦都願意係找緊呢個榜樣。所以我們也願我們的教會，願夏威夷的人也會找住這個榜樣，藉着呢個犧牲帶來好大嘅復興。借着這個犧牲帶來很大的福氣，亦都喚醒一啲被蒙蔽嘅人，也喚醒一些被蒙蔽的人，使到佢哋真係回歸，使他們可以回歸。奉主耶穌得勝名求，奉耶穌得勝的名。Amen。哇，好快啦，要食飯啦，大家嚇。很快要吃飯啦。好，我哋做一個好快嘅回應嘅詩歌。好，我們有一首很快的回應的詩歌。好，請敬拜小組出嚟。出機場啊！好，請一齊起立。我哋回應，我哋回歸上帝，好冇？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！
主啊，俾我哋願意嘅心，無論我哋而家喺咩嘅光景，主啊，咁樣嘅願意的心，無論我們現在什麼樣的光景，因為呢個時間未走完，因為這個時間還沒有走完，每個人喺你嘅時間完全咁回歸你。在每個人在你的世界裡面完全要回歸。到永遠，天上有個聲音，一直召喚我們歸回吧，哦來，歸回上帝旨意，歸回起初安息，主啊，我們在你裏面，歸回聖靈帶領，歸回聖經根基，歸回。主啊，幫助我哋全然咁回歸你嘅懷抱裏邊。從亙古到永遠，天上有個聲音，一直召喚我們歸回吧，哦來，歸回上帝旨意，歸回起初安息，歸回聖靈帶領，回歸聖經，聖經根基，再來一個呼吸，耶穌，讓我們的父，讓靈魂歸回，心上的自要歸回，沉睡的人們要歸回甦醒你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，你開始，我哋係屬於你嘅，只為我哋得你喜悅嘅兒女，哈利路亞，回歸你嘅平安，你嘅起初，你對我哋嘅呼喚，哈利路亞。歸回上帝旨意，歸回起初安息，歸回聖靈帶領，歸回聖經根基，歸回自己生命，歸回基督生命，歸回聖靈帶領，歸回天父愛靈，歸回。Return the called people, return unto you. Hallelujah, Lord. Return to you. 主啊，我們每個人都要選擇前面的道路，你使用我們每個人，幫助我們完全屬於你，因為你是完全屬於從你。亙古到永遠，天上有個聲音呼叫，一直召喚我們歸回吧，哦來，歸回上帝旨意，歸回起初安息，歸回聖靈帶領，歸回聖經根基。歸回，從亙古到永遠，天上有個聲音，我回應你的聲音，一直召喚我們
回答哦来，回上帝旨意，回起初安息，回圣灵带领，回圣经根基，世上灵魂归，新生的浪子要归，歸了懷抱你，沉睡的人哦要們要歸受洗，你生命。哈利路亞，我們屬於你的，主你的恩典的能力，你的愛慈愛，永遠長存，永遠存在我哋裏面。哈利路亞，平靜安穩都在乎你，一切嘅豐盛在乎你。上帝旨意，回起初安息，回聖靈帶領，回聖經根基，回自己命定，回基督生命，回聖靈帶領，回天父愛你，叫我哋完全嘅，哈利路亞，俾你找住我哋喎，哈利路亞，歸。哈利路亞 Amen， ，Amen，我哋俾你完全嘅得着， Amen，我哋亦都要完全咁得着你。哈利路亞我們要永遠的得着你。Amen，俾啲掌聲，主耶穌，我哋天父，哈利路亞， Amen 我哋係屬於天父嘅兒女，Amen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亞。